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是发生伫个桃园的路竹，有一个男子昨登去老祖厝探视，但是无看到小儿麻痹的兄哥。伊问88岁老爸，兄哥倒位去？伊的老爸竟然甲讲，兄哥已经过身，嘛已经火化。这小弟感觉怪怪，就报警处理。尾啊，伊的老爸承认咯，是伊用菱角仔车甲后生的遗体车去溪边等掉。检方初步认定，并无他杀的嫌疑，也毋过相关的案情爱阁厘清。桥顶面非封锁线边扛桶架，监视人员全副武装，进驻所情，现场的气氛真沉重。原来才刚刚发生弹杀尸体案。昨尾暗暝9点多，消防人员接到通报，伫咧路桥保心溪看到尸躯铺尸，差不多是同一个时间，警察嘛接到报案讲有人碰见，才发现原来死者就是失踪61岁黄先生，而转伫咧溪仔竟然是家己的老爸做的。暗时个杀个去边啊，弹掉啊，真啊无介远啦，用迄只杀个。死者的爸爸杀菱角车顶面载已经过身的后生，行向大新2号桥。看到我哥哥不在，我才问我爸爸说我哥哥跑哪里去了？他说已经死掉火化掉了。就吓一跳，怎么那么快？我初三还回来他都还在床上啊。根据了解，死者自细汉有小儿麻痹，智能不足。妈妈过身了后，家己一个和爸爸带做伙，结果生小弟，毋过无带到阵。昨下晡小弟转来看返，阿兄无伫咧，爸爸才承认，昨日暗返后生无伫咧喘气。暗时遐7点35分，伊就杀菱角车甲后生遗体拼去溪遐。很难过啊，也很震惊啊，很压抑啊。就他老人家不会想啊，就是要经过法律程序。死者小弟讲，爸爸已经88岁，有失智症。后生过身了后，嘛毋知变怎处理，才会车去溪仔等。检方初步认定无他杀的嫌疑，不过相关案情会阁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